看前面几个人。对，我现在设置不了哎，系统设置才行，然后我设置成那你的必要吧。我们对他是应该是名字，是吧？到万斯是个英雄。那这是跟着我旁边好多几十个都在拍，拍我那种的，算了，想拍谁就拍谁。对，以前我穿了一件衣服，有点像雨衣。这个衣服有点怪。对，有点确实。我知道他有点想穿那种。他来的时候感觉就像我，就确实像我。有一次穿了个黄色的，有点像雨衣那种，它其实不是雨衣。应该在4月份嘛，几月份？那个时候也是在这个位置，我跟他说，我说你穿了雨衣啊。手机还是要拍一点，这几天拍都没拍，但是手机只有几个 G 可用了，512G 的只有8个 G 可用了，删了一点，今天可以拍。哦 ，OK， 我搞忘了，扳手没给那个。是在几月呢？哎，凡凡，你在贴什么？哎，我看一下，我效果都没看，那个画质好不好？哇，差距有点大哦。赖清德538万票，侯友宜446万票，柯文哲才353万票，他74%了吧，成72%，今年72%，还18%，我有点危险，拿不回来了。还有。
大抖音。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复古的那个？画质好不好？不知道。主要那个风格太多了，颜色变得变成那个金黄色的样子。再调一下，你们看你们喜欢哪一种？酷，这个颜色是酷，还有冷淡一点，冷淡一点点。谁把清出来了呢？是不是？估计是。图3个，我们来拍一个。颜色不好吗？这个不好吗？这个比较冷淡哦，是不是？今天又是一种又一点好看，都是好看，没办法。雪娟儿在中间的，还有是错，是这个吧？不是小丽丽，这不行。这边应该开始，他就要吐了，要吐了。就是所以，吐了白色的，他吃的东西都吐了。就是啊，他有点受不了，应该是一包的问题。我抱了稳一些啊，因为我抱他就不吐啊，你抱他就吐。对，看一下，不然的话他一直在跟你旁边一直要叽叽喳喳的，是吧？这个颜色有点又不对哦，是吧？人太多吧，因为人太多了不好，没有人帮忙直播。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深啊？这个颜色怎么成黑色的了？自然颜色上了，跳自然。有点苦涩。对啊，它可爱，但是要土啊。
台湾那边才进行72%的72%的进程吧，还28%，现在还是那个民进党领先，第二是国民党，第三是柯文哲。问为几啊？问1万2。咋今天变那么瘦呢？啊？感觉那么瘦。瘦了吗？因为可能一个小瘦。我把镜头再拉一点，更瘦了。我今天瘦了。啊？我直播间今天也说我瘦了。对啊，我感觉瘦一些啊。说东西吃太少了。不是学蘑菇，他本来就学舞蹈的，什么舞蹈都会跳。但那晚上跳的就是吉他舞，单独的吉他。吉他他有很多种啊。蘑菇也会跳，肯定会跳，维吾尔舞会跳。蘑菇舞、藏族舞，还有维吾尔舞、新疆舞嘛，还有其他的都会跳。本来学舞蹈的什么会跳嘛？你要开序什么都会跳，开序古典舞也会跳啊。他学的古典舞。啊，你看那个刘娟她拉拉操，她一样跳芭蕾舞一样跳那个荷兰舞，都会跳。学舞蹈的时候，重大姐他们早上5点钟就起床。
睡觉，他睡脖子吧？没有睡觉，他不开眼睛了。因为你在前面，他可以，他肯定没睡啊。他好了没呀？应该没有，他在吐，有点吐泡泡。要不然我把其实我就把这吧。不用，他穿了衣服的，穿了衣服。穿的是蛇衣吗？就是他感冒了嘛，他吐嘛，没办法，就感冒了嘛，就是他身体出问题了嘛。对啊，在吃药嘛。没有，他现在还在吐啊。所以说他只让我抱，你抱了之后他还要吐。这个也可以，这个歌好听。